買寵物三仔嘅我究竟可以為動物做多啲乜嘢呢？原來唔使做超級英雄，少少嘅力量都可以幫到動物，我哋做到啦。雖然直播嗰一日好搶，好多嘢要處理，我都食晒螺絲咁，但係過程真係好歡樂，亦都見到大家好努力咁樣為動物籌錢，絕對要俾個叻自己同埋大家啊！話說要做呢件事真係一啲都唔簡單，由開始要去傾合作有啲擔心，然後都好順利，跟住又要揾場地，Ivan 姐姐就話好啊，你用我個場咯，跟住就擔心唔夠貨，點知家長好踴躍，執爆咗我間屋。因為第一次做都唔知啲宣傳夠唔夠力，但係最後我啲 post 都比預期中多好多 like 同埋 share， 亦都有好多家長留言支持我。做咗咁多嘢都唔知個 live 結果會係點，籌唔籌到錢？點知黐線嘅170幾件貨全部賣晒。就連番薯都 OT 到好攰啊！不過可以幫到浪浪同埋動物發聲，絕對係值得㗎。仲要收到咁多家長嘅支持說話，真係好感動啊！仲有一個人要多謝嘅係哥哥，佢真係由呢個活動開始幫到我落尾，所以我最後獎勵咗佢食一個杯麵㗎。仲有要多謝番薯同埋 Ivan 姐姐嗰一日喺幕後幫手，最後仲有我媽媽一直幫我 pack 嘢，最後結算有呢個數真係好唔錯。雖然唔係特別多，但我覺得已經盡咗力，終於可以放下心頭大石唞下啦！超級感謝大家啊！耶！